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10月9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无党籍的市长参选人林义峰对参选以来话题不断。9号上午，伊所正式公布的竞选总部嘛，甲人无共款，除了无设立伫市区，选伫意在金城边仔，而且是以政见概念馆的形式来呈现伊的十大理念，而且每一项拢清楚的时程，什么时阵要做到什么程度，拢写甲清清楚楚。总部表示欢迎市民来参观，同时嘛当做伙做见证。今年的台南市长选战非常热烈，其中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林义峰以 Crazy Friday 拍开伊的知名度。为了让更较侪民众了解伊的政见，林义峰嘛选伫安平设立伊的竞选总部。同时，这嘛是全台湾第一座的政见概念馆。馆内有伊的10大政见，同时嘛有规划时程，要让市民看到伊的决心。因为咱这个概念馆，毋是单单要成立哦，这个全球第一。以后我希望所有的候选人一定要成立一个概念馆，较知影你这4大你要何去何从，你要哪甲台南做好，所以咱概念馆呢，咱拢有咱的进度表，比如讲这6个月。3个月做到倒，6个月做到倒，12个月完成的12个月完成，6个月完成的6个月完成，然后的18个月、24个月，因为咱本身是有一个分别，就是讲这概念馆输出以后，让咱的乡亲，让咱全国的全民了解讲，这个市长候选人，伊是要来替咱做啥工作较重要，所以我感觉。这个咧，以后咧，得着讲，咱全国的民意来参观来指教。林义峰嘛伫现场承诺，4年的市长任期当中，若是无法度做到当中的2/3，就算无及格。任期的30个月过后，伊若是感觉无法度做到2/3，伊就会宣布辞职来表示负责。同时，会长嘛讲到民调的问题，伊嘛感觉民调当会使参考，但是伊相信选民的目睭家己会看。知影谁才是真正愿意为台南做代志的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国民党部分党主席吴敦义对上午开始就伫台南各地呼选，就是要将国民党伫台南的气势鼓舞起来。下晡伊嘛前往市党部替高苏坡徛台，再次呼吁台南的乡亲，民进党伫台南的执政有够久啊，应该换人做，互台南有一个新的气象。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下午来到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伫台南市党部主委谢良介以及台南市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高书博，甲侪支持者迎接之下，呼应着义薄云天的主题，新气势十足的大声喊着高书博当选的口号。高书博当选，高书博当选，高书博当选，书博书博书博当选当选当选。面对着选情，吴敦义甲高书博拢相当的乐观。台南市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高书博表示，伊观察到过去真侪受到民进党执政被市府所害的民众，所以伊认为这届的起义、这届的台南改变有信心会成功。我们市政府已经成为合法的强盗集团，几乎都是人民的财产被他们用各种取巧的方式被他们收归公有。那收归公有在民进党，是不是公有也很值得怀疑。所以这些普遍的受害人，我们要把他们连结起来。将来我们要把这些力量发挥出来。我们打算要发动一个很大的一个这种抗议式的一个活动，让大家知道说台南市政府在我们整个台湾的地方政府里面是一个非常烂的一个市政府。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虽然已经话到无声，但依然积极呼吁着台南乡亲爱护高书博一个机会，互台南一个改变。所以我足希望咱台南市民将这边执政的机会，就像高雄对我那20多年来，拢有民进党在执政，即摆就像韩国瑜讲的，变成又老又穷
这是20年来我们很不忍看到的状况。所以你来讲高雄韩国瑜能够当选，而台南高思博能够当选，那这南的两都会出现新的面孔，崭新的市政，带给大家安居乐业，而且健康长寿，而且城市的竞争力也能够跟大家来评比。随后，在咧众人的陪同之下，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向着市东部边的慰安妇铜像来献花致意，并表示国民党的价值观一定会继续来坚持落去。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台南市高龄化程度已经是全国第2高，不过预算的资源甲台北比起来，却是差天差地，需要结合民间力量来共同打造更加友善的高龄环境。所以，台南市长候选人吴伟铁指出，未来因当选市长，将打造中青志工团，和社区内面相对较年轻健康的长辈来照顾社区的弱势长辈。吴伟铁竞选团队指出，根据《天下》杂志9月份公布的2018幸福城市大调查当中，台南市因为预算有限，社会资源平均落后其他5都，但同时较有上悬的志工比例、上悬的长老关怀以及成长安置、日间照护等，因此嘛得到社福利6都第2的成绩。台南会当以政府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优质的公共服务，重点就是结合民间的力量所促成。因此，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就表示，未来若是当选市长，将实现以老扶老的理念，成立中青的志工团。那能够将来在台南能够实施台湾首创的长青志工团。这个志工团将来一定是跟社会局一些比较专业的志工能够搭配。那他们主要做的是刚刚提到的陪散步、陪就医、陪逛街或者是这个陪采买、陪采购，这种的我想一方面因家己有本身当出来活动筋骨，另外一方面年纪长的比他们更长20岁、15岁的这些前辈们，因更加需要因的陪伴来买采购一款物件是去就医。这种的，实际上坦白说，专业的社工不见得需要用专业社工来做但是我们这个可以说长青志工团就可以做。我相信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部分，一定可以落实，让我们社会福利以及让我们长照系统能够更加坚实。透过中青志工团的成立，除了会当投入陪伴服务、陪弱势长辈领药、社区治安巡守等，让志工长辈会当发挥家己的专长甲兴趣，嘛会当增加社会人际互动，打造高龄友善环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提供大潭地区民众更加安心的紧急救护网，市府商局甲国防部军医局共同合作，并且伫9号上午正式签署合约，希望透过双方合作，提升官兵的救护技能，同时疏解紧急救护能力。伫济重大灾害的时阵，拢是军警消伫第一线咧救援。为了加强大台南的紧急救护网络，同时嘛建立更较全面性的合作平台。市府消防局嘛甲国防部军医局积极来合作，嘛伫9号上午由消防局长甲军医局副局长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会使共创双赢。紧急救护的勤务呢，在消防是一个很大的每日的工作量很大的负担。那么我们都已经竭尽全力。那么在重大的灾害的时候呢，国军一直跟消防弟兄呢都是陪伴在一起，无论是任何的天然灾害，或者是02、06大型的灾害，那么我们都看到国军对于我们的这一个协助跟合作，大家一起为我们的市民做打拼。那么今天在签署这样的合作备忘录呢，我还是会再一次感谢国防部军医局张将军，以及所有的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医疗的院长弟兄们大家来共同把这一件紧急救护的工作做好。对于我们军人来讲，我们军医平常在部队在战时的时候有很好的训练，那平时呢，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今天有这个机会跟消防局链接在一起可能代表国防部觉得非常的高兴这个可以让我们弟兄呢，平时他就可以发挥救人的功能，跟在战场是一样的。特别在复合式的灾难现场呢，给他们平常呢，不管在技术上或是知识上，他都持续有这个训练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呢，有优良师资的交换还有国际尖端技术彼此的学习。另外资源的设备我们都可以彼此支援，甚至可以共享。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再一次的呢，代表国防部跟军医局，谢谢台南市局长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伫签署合作备忘录过后，将会使让官兵提升救护相关的技能，同时嘛会使解决紧急救护的能力问题，嘛会使有效提升双方的专业经验，将会使提供市民更较完善的医疗救护。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看去台南槟城的市场，台湾本土知名品牌百合上午正式伫台南东区开设第2间门市，并且推出侪好康，包括专馆优惠商品上价拍到500折，甚至还有美国知名品牌上少2万块就买到，这是限时限量，且有需要民众把握机会。伫咧强强棍的鼓声，佮加上人狮的热烈开场之下，创作世界伫台南第2间门市正式进驻东区。10月8号伫董事长陈彦飞带领之下，创作世界包括总经理、执行副总等等公司成员，以及多位受邀贵宾共同剪彩，庆祝这间门市正式来营运。董事长陈彦飞也表示，创作世界这品牌是伊一手打造的。嘛，再三强调，因的品质绝对是一等一的。你正港来到这个所在，才会使买到遮好的名床。阮兜的名床，甲一般家具行你卖碰床比较较无相共啦吼。较无相共就是讲，阮兜的材质用较好啦，因为家己通路家己去做，就是讲材料用较好啦吼。像阮即摆超级床啦，甲这人间天堂啦天使啦吼。这物件在家具行拢无，因为当业无做到遮悬的档次啦。因为你若一地做到5、6万的本钱要批发家具行这个家具行的头家就拍钱啊，都要写，我一地嘛卖无遐，你要挂我遐所以讲大家拢品质做较差的事，阮品质做较好淡薄啊。伫目前全台湾景气相对比较较歹的状况之下，创作世界悠然看好着台南的市场，克服万难。开设了创的世界裕农门市，希望提供给消费者上盖好的商品。我们在下个月呢，会继续在努力的开店。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实体通路上当然是大家经营也非常辛苦。但是我们创世界呢，因为深耕台湾，热爱这份土地，爱台湾这精神，那也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来莅。当然，我们创世界在不断的创新跟不断的产品的创新跟我们的店面的扩张。一直在努力的坚持下，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成绩。那么知道创创世界已经开了第33家，下个月要开第34家其实这个脚步都不会停了。就正如我们总经理讲，现在在台湾还要开实体店面，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租金人员法规一例一休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为了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前进，
为了让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多的体验，所以实体店是非开不可。要不然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开店，但是就看不到、躺不到，这个民众还感受不到。创德世界未来也会持续朝向着拓展门市甲名城相关产品新科技的开发这两方面继续来打拼。这届开幕的裕农门市总共有3层楼，总面积超过上100平。开幕期间也有侪拍折的优惠好康要来回馈给消费者，限时限量，也请到消费者千万唔通错过。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担任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小解客家音乐文化蓬头。蓬头也是客家戏剧正式开始进行的一段表演，现在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嘛共一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时间过得好快哦，又到了我们1周1主题的单元节目了。系呀，你好好自家天是好演嘅单元节目啊，到底也已经播出入12年嘅时间咯。没错，不知不觉呢，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呢播出已经有10个月了。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双子星有线电视制播好客之家电视学院的节目单元，让我和小邓老师呢有机会为大家介绍客家的多元文化。确实系呀，族群文化就是爱透过传播分享，让被了解文化。语言文化更加爱透过不断嘅重复、高传播，才会达到传承嘅目的。是啊，这10个多月以来呢，真的是让我收获良多。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对客家相关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了。小邓老师，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什么呢？原本我想出来介绍蟠桃。呢台南市啊，算係以福佬話為主嘅都會區，大部分嘅人都係講福佬話。然後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當年年下嘅時節啦，台南市政府都會當用心邀請啲客家嘅傳統戲劇團來到呢台南嚟演出，本台南地區更加多嘅民眾嚟認識客家。蟠桃，記得呢，我們單元曾介紹過，就是一出戲開始之前的一個橋段表演。小鄧老師為了讓節目內容更豐富，真的是費盡心思啊！客家戲劇嘅蟠桃啊，係客家戲劇嘅重要特色之一咯。就係從呢戲劇忙正式開演之前呢，有一個阿處啊，佢來打響板，演出當成是有節奏、有押韻、有常識嘅內容，係老劇情有關嘅，有常識嘅內容，與老劇情完全冇相關，完全就係加由表演者誇張嘅上跳表演，動作等等來上演下來看戲。那接下來是不是就請小鄧老師來一段蟠桃呢？冇問題哦，來開始咯。古道古道真古道，食飯打插播，做事前三座，做藝人看見角，做仔公判牛角，做蛤蟆M在角，天主狗出兩條索，攬面裝門吊腳，攬枕頭出腦殼，攬草車按肉削。攬皮蛋難春腳，做好事撇燈座，裝扮美好樹腳，火熱錯技術很才作，幾盤拿來得，冬瓜皮愛來削，竹筍夾夾薄，主角愛滿落落落，鹹菜糖熱太鑊，芹菜鹹唔加咁落。客家小炒加技術，用威暗澎湃，實來炒作啊，來炒作。哇，好有意思哦！不過這蟠桃呢，對我來說有點難度哎。我想就請觀眾朋友和我們一起來念念看好嗎？小鄧老師，我們再來念一次哦。好哦，冇問題哦。過來講解一擺哦。
顾到顾到真顾到，顾到顾到真顾到，食饭大插卜，食饭大插卜，做事前三作，做事前三作，做嘢人看見過，做嘢人看見過，做在講判牛角，做在講判牛角，做蛤蟆演嘴角，做蛤蟆演嘴角，牽住個兩條索，牽住個兩條索，咱民眾門條腳，咱民眾門條腳，咱枕頭出腦殼，咱枕頭出腦殼，咱坐車愛肉食，咱坐車愛肉食，咱皮蛋難存腳，咱皮蛋難存腳，做好事徛等做，做好事徛等做，總幫美好事腳，總幫美好事腳，貨一出，貨一出，基礎很齊做，基礎很齊做，幾盤拿來剁，幾盤拿來剁，冬瓜皮愛來食，冬瓜皮愛來食，竹筍夾夾薄，竹筍夾夾薄，豬腳愛滿落落落，豬腳愛滿落落落，鹹菜糖一大鍋，鹹菜糖一大鍋，芹菜鹹唔加甘落，芹菜鹹唔加甘落，客家小炒加雞絲，客家小炒加雞絲，因為暗澎派，因為暗澎派，實實來炒作啊，來炒作，實實來炒作啊，來炒作。講定啊！你好好自家天使學院，見本日就講到呀咯。你下愛來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下面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风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2度到28度，热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再会到可以中间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